这月底凯比风台造成南投国姓乡的灾情特别严重，特别讲到这国西村的德坑杭走山走架是密密茂茂，人家厝也落落去2米深，加上最近有地动落西北雨，烦恼这灾情会愈来愈严重。公所和县政府也正咧想办法要甲拆掉。另外讲到水利呢，才有一板桥正咧电起，说互大水冲甲歪去，居民也烦恼这安全的问题。透天厝规个厝柜地基也掀起来，厝周围已经向下骹厝差不多2-3公尺。南投国姓乡、国姓村德坑巷这个问题，经过7月底开灭风台，规个下陷厝去，即马已经成做鬼楼。这无是前根的植物嘛，所以落来土山就去放啊。关府请结构技师确定有安全记录，已经搭红单。细5厝主家被影响的住户已经落山去亲戚的厝住，不过上互居民烦恼是最近真侪地震，加上将要逐工拢有中昼过后中港雨，灾情可能会继续扩大。关这路面是这个是厝厝，有啊厝厝啊，这大落不怎走，这个拢拆落来哇，盖遐嘛拆落来，哇，啊盖迄边遐嘛走啊。走山情形严重，当地产业道路已经陷入超过2公尺，附近大部分是顶南甲槟榔这千斤食物。居民烦恼土石上软含水量过悬，无拆除的建物会予崩落扩大。公所表示已经甲县府研究拆除机制。希望说水保分署这边还是中央这边，看可不可以有什么一些资源可以来资助哈。伫水里乡咧顶起的明星桥，桥墩的钢条互溪水冲甲弯桥变形，因为这是当地交通要道，居民烦恼就算新桥起好，要安全记录。为了拆一座围桥，而且又建造一座围桥。民众有以为是说那弯掉是被水冲的，其实不然呐哈，是我们要了解它的韧性够不够。公所表示，经过时间厂商甲建筑单位的评估，初步认为安全无问题，会继续施作。公所也做好监督，确保桥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